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22章。天使搁报我看活命水的河，亲像水晶遐尼光亮，对上帝甲羊羔的宝座遐流出来。通过城中心的街路，河的双边有活命树，话结果子12遍，逐个月结一遍。树叶画做伊伫列邦的路用，城内拢袂阁有咒诅。上帝甲羊羔的宝座画伫城内，伊的仆人会敬拜伊，嘛会看见伊的面，伊的名会写伫因的头遐。袂阁有暝死，因无需要灯的光，也是日头。因为主上帝会甲因照光，因为永永远远掌权。天使甲我讲，这话真实可靠。迄位感动众先知的主上帝，有找伊的天使，将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指示伊的众仆人。耶稣讲：看，我怜悯到遵守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，真有福气。我约翰就是亲身有听见佮看见这个事迄个人。我听着佮看着了后，就趴落去，伫将这个事指示我的天使骹前，要甲伊拜。不过伊甲我讲，绝对毋通。我甲你以及甲你平平做兄弟的先知，甲遵守这本册的话的人，拢平平做仆人，你着拜上帝。伊阁甲我讲，毋通将这本册有言的话封捌，因为有言是现会失去quyền力。互不义的人继续做不义，互有话的人继续有话，互义的人继续实行公义，互圣洁的人继续圣洁。耶稣讲：看，我怜悯来，我要带宝赏来，照逐个人的行为甲伊回报。我是阿尼法甲阿米迦，是起头甲煞尾，是开始甲结束。将灯泡洗清气遐人真有福气，因有得到权，通食活命树的果子，搁通对这个门入城。遐个狗类惊邪术的、淫乱的、杀死人的、拜偶像的，甲一切爱讲白贼、搁做事奸诈，拢着留伫城外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伫这个教会将这个事对恁作证。我是大笔的君，是伊的后代，是光亮的启明星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，听见的人着讲来，喙焦的人着来，意爱的人通白白领受活命水。我甲大家听到这本册有言的话的人警告，若有人甲伊加添，上帝会将这本册所记的灾祸加添互伊。若有人删除这本册有言的话，上帝嘛会对这本册所记活命树甲圣神的福分删除伊的分页。为着这个事作证，迄位讲：对，我怜悯来，阿免，主耶稣啊，请来。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